这真的都很好看呢。这个黄色是今年我觉得夏天会是最亮丽的颜色。反而它的这个黄啊，直接调到让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肤色整个亮起来。那除了这个颜色以外呢，它的另外一个颜色有一点点灰色，那一点点绿，偏绿的灰色。那这两个颜色呢，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有质感，然后呢，会感觉会整体上会是非常的显年轻。觉得你上班穿着黑白色的颜色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的颜色非常推荐给你们，因为它是比较做跳色，可是不会跳色到让你觉得会成为全场的焦点，会让你觉得害羞的那种。对，我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一件衣服可以有不同的感觉，因为这个上下是分开买的。对。它是西装裤，是西装裤，而且这个西装裤很薄，夏天穿我跟你讲，真的仿佛没有穿裤子，一身是有挺度的，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贴在你的腿上不舒服。如果我今天真的是要去度假的话，我即使穿这个西装裤，但我不想要穿外套，搭个小背心，单纯的搭小背心，它就是另外一种感觉。穿这样在海岛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。我今天也可以搭这样子的一种包包，我可以走着这种比较就是美式一点的风格，裤子是不对称型的。你看这里呢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夹口袋，然后这里呢并没有做这样子，它还有帮你做一个，你如果说今天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丝巾绑在我们的腰部也是很 OK 的。